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6月14号，蒙召归属上帝。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读哥林多前书。一开始的经文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卷书的作者就是保罗。我们一起来看第1节，这样说：我是保罗，由于上帝的旨意，我蒙召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保罗一开始很清楚来说明他自己，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是被蒙召，而他也要对一群被神所蒙召的教会，就是哥林多的教会。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哦，它大概被建立只有4年多，可是它却是已经是当时候主要的教会之一，可见这个教会是蛮有圣灵的能力，恩赐也很广，但它却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。保罗在哥林多曾经停留大概1年06个月，那他在几年之后写了这封信。一开始这封信他就先表明了教会的本质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有9节，这样子说到教会是什么。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不只是办活动，就像我们今天所经历在台湾一样，教会不是一群人聚在那里办活动敬拜上帝而已，因为教会乃是一群被呼召的你跟我。被谁呼召呢？就是被拯救我们的这一位主，从这世界把我们叫出来，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，使我们不随着世界的价值观而随波逐流，而是要我们从这世界呼召我们出来，叫我们来属于他。第2节这样说：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在台湾此时此刻，只要你愿意相信主耶稣，你愿意信靠他，你愿意顺从他，你愿意来相信并且跟从他，信服他，信主他能够，那么你我就是被呼召出来的教会。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是称这位为主，使我们可以按照主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去活出跟世界是不一样，而为的是要赐福祝福这世界，因为我们的主要祝福这世界。哥林多教会非常的有才能，在这个经文的第4、第5节说：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。是啊，这一群的哥林多的教会，他们其实有了这些的富足，有了这些才能，其实是要来见证神，犹如第6、第7节这样说：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，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显现。我们有了这些才能是要做什么呢？保罗继续说：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造，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得分要做什么？乃是我们要参与在神这个拯救的计划里面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这世代，特别在台湾此时这么困难的环境中，我们就是被神呼召，因为我们相信有神，我们相信这位神爱我们，而且他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神他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使我们在短暂的人生中，我们却有永恒的盼望。他肯帮助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呼求他，我们愿意来寻找他，他就让我们寻见。他是靠得住的，他是罩得住我们的，我们愿意信靠吗？然后我们也信从
来跟从他，来信服他吗？是的，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神要帮助我们，即便我们在这世代真的是会变动，我们在这世代有时候真的很难兼顾，很难在这个变动当中，我们不随波逐流，我们在这黑暗的权势下，或许我们起起伏伏，但是我们靠主要站立得住，我们与主有份，与主要一同来承担神拯救的计划，因主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，好不好？我在这世上，我们就跟从主吧，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，神的心意。我们是他的儿子，我们是从世界呼召出来做父神要我们做的，这是教会的本质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虽然微不足道，你仍然向我表明你的爱和你对我的生命计划。我愿意接受你的呼召，参与在主你的拯救计划里。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生命的主，一生归属于你。我若信心不够时，主求神你坚固我。谢谢主你的应许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活出属神儿女的好见证，使人在我们身上可以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主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你来订阅，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